教育部今年要伫个家己的民雄来设台湾台语创新学习基地，这是头一个由政府来设立的台语基地。家己县府承办单位，也佮有专家甲学者等等呢，是特别去参访彰化的台语文创意园区，要来参考当地经验。 有台语绘本的主题展览，佮有台语罗马字、医学讲座等等丰富课程。关怀本教基金会2018年伫彰化成立台语文园区，营造浸水式的语言环境来推广台语。教育部也宣布，今年要伫家己民雄设立台湾台语创新学习基地，团队嘛特别来彰化参访台语文园区，了解相关的推广经验。一个人会当讲的话吼。 其实唔是甲一种啦吼，民主国家内底拢有足侪语言同时咧使用吼。为着讲要吸引一寡人来参加，所以阮有歌戏、报道戏、电影。有7个主题，主要有山边、海边，庄内活动的方式来传播咱的这个台语基地要做的代志。教育部表示，台湾台语创新基地会设伫嘉义民雄已经退场的协志工商，按算今年底就会当开幕。若学者认为，基地会当营造台语社区的氛围，对培养台语意识、青少年学台语等等，拢有真大功能。预计差不多希望伫咱今年底会当来启用啦吼，像咱这中小学学生会当去到遐来吼，完全拢是台语的这个环境，培养咱的台语意识的功能，嘛把咱台语当做一个社交佚佗，甲讲建立社群的一个方式。 学者表示，嘉义的台语基地是中央政府头一个设立的台语学习园区，期待加做推广台语的重要起点。教育部嘛讲，未来会继续甲有意愿的县市合作，设立台语基地，建构台语的学习环境。记者杨淑成综合报道。